中銀香港科技創新獎以創科興港、科技報國為宗旨，嘉許主要喺香港或者香港院校設喺粵港澳大灣區內科研相關機構，進行科學技術創新同科技成果轉化，取得傑出成就嘅科技工作者同科研團隊，鼓勵科創者瞄準世界科技前沿，對接國家重大戰略需求，貢獻社會經濟民生進步。中銀香港科技創新獎獲得國家科技部、中國科學院、中國工程院、中國科學技術協會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嘅大力支持，由香港科技創新聯盟主辦，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冠名贊助，重點強調科創以人為本，堅持創新在港、科技行先、應用轉化。本獎配合國家9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同香港重點發展產業，聚焦人工智能同機器人、生命健康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先進製造、金融科技5大領域。人工智能係對人類自身能力嘅理解同拓展嘅偉大努力。生命健康係人類經久不衰嘅普遍追求。新材料、新能源係應對全球能源同資源需求，維護人類可持續發展嘅重要出路。先進製造係實現智慧製造、升級工業發展嘅重要支撐。金融科技推動銀行業同金融服務業嘅革命性轉變。中銀香港科技創新獎追求以科技創新驅動社會發展同經濟進步，激勵科創者立足香港，連結大灣區，服務國家，貢獻世界，讓科技創新夢想成真。